兩位門徒一邊行一邊嘆氣，耶穌由後方自然走近，並肩同行，門徒側頭望住佢，眼神充滿陌生感。克羅柏停低腳步，面帶愁容，激動咁向呢一位陌生人訴說耶路撒冷嘅慘劇。門徒提到婦女發現空墳墓同天使顯現，語氣充滿困惑同不信。耶穌神情嚴肅而慈祥，手指向天，開始沿途講解經書，門徒聽得入神。嚟到村口，天色已晚，門徒誠懇咁拉住耶穌嘅衣袖，邀請佢留宿。喺微弱嘅油燈下，耶穌舉起餅祝福之後，便一聲分開一半，動作莊重。門徒眼神從迷惘瞬間變為驚訝與狂喜，終於認出主。耶穌喺座位上消失，只係剩翻兩半餅。門徒眼神對望，感受嗰股餘溫。兩人連夜奔回耶路撒冷，向宗徒報喜，舉手歡呼，神情興奮。